淚寫出我的字，女人的一生總是夢也夢袂離，愛恨的心夜夜甜。我的人，我的心全攏交予你，生命中找無人代替你。想你做愛的迄個你，放你回來阮身邊。我一開始其實聽，我覺得真的這個兩邊真的難分軒輊，非常厲害，然後都穩定度也好，表現度也好，我覺得都非常棒，兩位都是。那昭瑩就是感覺是在他的游刃有餘的範圍內，把事情都處理得非常漂亮，然後也讓自己該有的技術也好，還是感情，我覺得都傳達得很好，而且。最難能可貴的，我覺得就是說，他好像進入了一種很穩定的狀態，就是說他都蠻能控制到他想要怎麼樣表現，其實都控制得很細膩，而且控制得很精準。這是我覺得他這次，是我看到表現非常好的一次，這樣。謝謝老師。